请问浮潜的台语安怎讲呢？嘿，浮潜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来对啦，浮潜，浮潜，浮潜，哎，袂歹哦。袂歹，浮潜，潜水嘛，啊浮是浮起来，浮潜。浮潜。好，来，老师浮潜对唔对？唔对，哎，回来哦。捌听过无？有。浮潜，是哦，换掉。浮潜，哦，我客人啦，卖呢。哦，伊安尼就讲真好安尼。浮潜，浮潜，伊是浮潜，你是浮潜。浮潜，嘿，浮潜。来，老师浮潜对唔对？唔对，哎呦，是不是念法其实就是迄个音嘛？嘿，这样问老师啊啦。好，来，阮问老师哦，哈，来，老师。咱客人一般较知影讲迄个潜水啦，较浮潜搁较新的物件，所以潜水客人较知影，敢知影潜水？潜水，潜水，潜水啊，唱水，唱水，唱水对，唱水，嘿，唱水，海军唔知影台语安怎讲。唱水啦吼，唱水味拢有人讲啦，对，嘿，